最爱喝的栗子鸡汤已经炖上了。谢谢。我昨天梦到我妈妈了，她从去世到现在已经有30年。那我陪你去给伯母上坟吧。我想明天就去。这1个月你已经耽误不少事情了，不能再把学生丢下不管，要不然我真成了误人子弟的罪人了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看你，怎么又上扰了？我不是送你一个电动的了吗？我要早点认识你多好。我也这么想。哎，对了，那钱……别再提这事儿。生意上的事情我自己解决，那钱你留着防身用。我喜欢你，就因为你不是围着男人转的女人，独立，而且自主。你又夸我了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他还欠我半个月房租呢。没关系，钱差不了你的。等把案子结了，他们家里人会给你的。说说租房的事儿。这是不是像电视里说的那种呈堂证供啊？你看的都是港台电视剧，咱们这儿不用这词儿，实话实说就成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个辛小姐，不对，我应该称呼她死者吧？那是我们的叫法。你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。是。哎呀，这个辛小姐是通过中介公司找到我的，当时定的是半年交一次钱的合同。按理说她前半个月就应该交我房租的，可是辛小姐又找到我，她说最近要开个画廊，资金比较紧张，周转不开。我这人就心太软，让我宽容一下，我就答应了。他怎么没给我提过这件事？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或者通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他怎么说房租的事儿？最后一次见面是半个月前，打电话吗？是前天。他说明天给我钱，您瞧，啥都捞不着了。听说她有男朋友，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你好，刑警队。哎，稍等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上午来开个会啊。对。
凤凰，天明，赶紧去一下，有事及时通信啊。哎。死者辛宇，法国华侨，今年33岁，1969年的7月17日出生在平昌医院。他的父母都是学术界的高级教授，另外他还有一名73年出生的弟弟。93年死者24岁，从美术学院毕业。他曾经和他的同学举办过个人的小型画展。96年随全家一起移民到法国的凡尔赛，在当地的中央美院攻读硕士学位。2001年已经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华裔女画家。今年的2月21日回平昌举办个人画展，为期半个月。3月3日跟房主冯海签订了福冈区马尾胡同59号的房租合同，房子是一座独立的2层小楼。由于死者的生活习惯加之性格孤傲，就连周围为数不多的街坊也很少见到他。7月10日租赁画廊准备在9月14日开业，但是没有开成。9月17日下午的1点28分，由第一证人肖云发现死者，当即报案。情况基本上就这些。死者的死亡原因正在检验当中。元马，你去查一下死者的私人账户。是。死者的手机是神州行，手机上的号码全都给消了，只有家里的座机可查。何月，你负责。是。李队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半到5点半，身体的软组织没有瘀伤，胃内也没有有害物质。致死的原因是左腕由外至内的割伤，失血量过多造成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一般以自杀假象来掩盖他杀的案件中，凶手往往会忽略重要的一点：如果死者是自己割腕，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，伤口一定是由外至内，而且是由深至浅。心雨他绝对。你先别着急，你听人说完。死者腕伤的划痕跟那个刀片的划痕完全吻合，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，这个刀片肯定是置死者于死亡的工具。是谁想让他死呢？还有其他发现吗？有。这个刀片很常见，随便在哪个商场都可以买得到，但这个刀片肯定是被人用过的。由于放置的时间比较长，使用者的细胞纤维组织很难提取到，需要用静电扫描技术才能完成，最快也要后天下午这个时候才能出结果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使这种刮脸刀片？我都不使了，越使越害怕。我现在换了一电动的。是吗？据我所知，用刀片吧确实有点危险，但是使用者基本上可以分为2种，第一是习惯，第二嘛就是迷恋刀片和皮肤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和感觉。这是一种变态啊！倒也不能这么说，人和人的嗜好不一样。这嗜好我理解不了。这个刀片肯定是那个男人的。谁？啊，这个死者呀有一个神秘的男朋友，谁也没见过，现场也没见过照片，我们不知道是谁。够牛的，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只要是人干的，这个案子就一定能破。怎么样？我看他现在有点像老周刚牺牲时的样子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好。哎，再看看指纹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？我们从画廊和死者家里提取的证物，除了肖云和死者的指纹以外，暂时还没发现其他人的指纹。那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忙着啊！哎，我们走了。对，好嘞。
别啰嗦啊，简单一点啊。哎，那家伙那脑袋长得圆的，那今儿啊，我一进屋就看老板那屋那门是开着的，我当时以为老板想嫌屋里有味儿什么的，想通通风透透气儿。可谁知道老板没出来，那贼从屋里拿一包出来了，就是那包，您看，就是那包。然后当时我就叫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站住！”然后他不理我，他一看我就往门角那儿跑。当时我急了，过去一飞踹就给他办了，然后紧接着我们俩打起来了。店里那王哥、刘哥都忙着呢，大概没听见。我当时想叫他们来的，但我一想，对我那么一贼，我一人应该能搞定。后来就是他打不过你，扔那东西就跑了。你呢，就是想追他，想到老板东西呢，你就放弃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没错啊，怎么就跟您看见了似的？然后后来我就打110了，然后我就告诉老板，然后当时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行了，甭想了，这是你们店主的吗？这个，这是我的。你就是店主韩学兵啊？来看看丢了什么，做个笔录。我看，也就是一般性盗窃案，问题不大，我交给反扒组就完了。你不觉得他对这事儿的态度特从容吗？是吧？觉得有问题啊？